这回被台北101 Alex Honnold 无使用任何工具或者是防护装备，全部拢是干那靠伊家己的双手。而且施动时这风阁真透，规个过程是真无简单，加在尾也是顺利完成。也其实伫咧2004年，法国就有一位爬壁高人 Alan Robert 就捌挑战过。施动时因为天气湿冷，搁靠强风，伊是选择手索啊爬起嚟，用4点钟的时间来完成。 美国判案专家霍诺德25早起用91分钟成功空手爬起哩台北101。所谓空手攀登，就是伫咧爬过程无用锁啊，也无用任何保护装备，干那靠体力、技术甲路线判断，万一若失误，也无保护机制通救。他体力消耗，因为到上面的时候体力已经消耗的，一定比下面的还要来得多，然后上面的风也比较大，所以我觉得他在核心的控制上一定是相对的比较比下面再更困难一些些。 不过，霍诺德并不是第一个挑战爬台北101。之前法国的指导人亚伦罗伯特2004年就捌成功爬起哩台北101。不过，迄边因为湿、搁冷、风搁透，伫爬过程自头到尾拢用锁啊，上尾用4点钟才爬起哩。亚伦罗伯特伫知影霍诺德成功爬起哩101了后，也替伊真欢喜。 我真的失手滑下来，哎呀，这个绳子还是可以拉住我，不会受伤，不会有事。Free solo 就是挑战，完全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你从头到尾就是靠自己，对自己的技巧一定要有信心，对，你要有十足的把握去做这件事情。专业的攀岩教练讲，空手爬心理的挑战会更加大，而且诺获得这边挑战台北101，就敢若窗仔门径会当花，同款的动作一直重复向顶头爬起哩，肌肉更加容易感觉疲劳。 好加在霍诺德上尾成功挑战这场耐力消耗战，那挑战人类的极限，也互围观的民众加油化赞。记者综合报道。